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萧秉治老师的一本名叫做《腊日》，我是一摆伫线顶看到伊写的做田人博物馆才知影伊。进前我已经捌推荐过做田人博物馆，伊写的这本册放伫线顶真好找，有图有台语说明，记录足侪古早人利用的器具甲古早的生活方式，真正是即阵伫博物馆内底才看会到的物件，足趣味的。今日我要绍介这本册是《腊日新世甲亲人》。我去年伫线顶册店看到这本册，本地看到这本册介绍，我也准是咧写腊日老师伊家族的历史故事，也是一本小说。摕到册，我发现是一篇一篇咧写伊厝内的人甲伊家己的经历，虽然是写伊家己厝内的代志，甲伊个人的一寡经验。毋过这本册真值得去看。第一个原因是有即阵真少听会到的台语词类，即马写台语文的人有咧增加，大家会使去读的台语册嘛哪来哪济。毋过就像我家己写的华语开真重，若要知影英国的人因咧讲的台语，也无受到华语影响的台语语词是生做啥物款，都爱读这本册。当然，毋若腊日老师甲伊同一言的台语作家因写的册嘛相共，因的台语甲即阵咧讲的、咧使用的是无啥相共的。也第二个原因，第二点是即本册对英国生活工作的过程记载甲足详细，腊日老师的记忆真正有够好。即本册用迄个年代上普遍的语言来记载迄个时阵的生活方式，因安怎炒茶，安怎收甘蔗，安怎煮食，互咱会当看到即马已经真少人知影的经验，也佫会当学到足侪即马已经毋知影要安怎讲的词类。这是我认为这本册真有价值的两个原因。萧老师写伊做学生的时阵破病去阿里山，伊的大兄做工课遐休困静养。有一摆，伊问因大兄讲，伫山顶遐尼大台的机械是安怎为山骹运起来的？伊的大兄甲因讲，是用烧艾的方式，甲一台机械豆豆啊搬去到位。要安怎烧艾？真侪工人甲机械的零件爱去到顶悬，到会当甲即个吊索啊装好，佫会当交叉，是爱2-3个月的时间。伊的大兄佫比远远迄支山甲讲，我即马念互大家听，迄支山的茶真水，拢是厚壳啊甲薄皮啊的原木，日本人号做 Hinoki。阿爸阿伯因讲松萝，常常甲人讲我是伫松萝啊山做苦力头。本正日本人要摕即支山的茶，是要用火车运送。铁基路也未开，就将阵导航，尾啊才开卡车路。工程省是省，毋过运送较慢。即句话内面，头一个我真少听到的是山用语来算。我捌听过一座山、一粒山，也若一支山，这是读这本册才学到的。Hinoki 或者松萝嘛是。过来就是苦力头，苦力是外来语。伊是为印度语变做英语，才去变日语甲台语，是工人的意思。苦力头是工头，像伊嘛写伊的二兄真熬做工艺，册内就介绍安怎用贵竹啊来做农村的器具。因先去鸡市买贵竹啊，用打的也是用拖的转来，用迄就会当做足侪物件，像畚箕、鸭尾啊、鸡醋啊。要安怎用贵竹啊来做这器具，
下面这段是伊写的，我念互大家听。需要破笔啊，先把几滴啊破做几若点，正手一支笔啊刀，捏一支哪笑的笔桥，就有法度把滴点破做薄薄的滴笔啊。为滴头到滴尾，平胖平胖，袂断过，做家己啊，做走。顶面这段我是照念，叮咚是无念毋对。这句若拢总听话人，台语应该是比我继续好啊，足够的。我是用读的，会当豆豆仔想了解伊的意思。毋过这句话内底足侪语词我都毋捌听过啊。像这款我毋捌听过的表达方式甲思维，这本册内底记载足侪。伊互咱知影英国人安怎做事，也嘛会当学到相对应的台语思维。这本册内嘛写真侪古早的歌谣，有一篇用台语甲萧丹敬女士伊唱的12生肖歌写落来，足趣味的。我敢若念头一个生肖：鸟鼠出世伫壁空，仙丹开花珠珠红，阿娘生做金翅膀。目睭顶顺xuất刀人，也阁有册内嘛会写伊阿爸的弦仔，嘛写着 harmonica 甲 violin。那日老师对音乐真有兴趣，伊甲足侪古早的囡仔歌谣拢记落来。这本册毋但是有收集足侪资料甲记载台语的价值，那日老师的散文嘛写了真水。像伊伫门旁的秘密内底写伊的字数，甲伊看鸡蛋有形也是无形。伊伫房间的地板看到一个会震动的影，原来是外口的刺竹仔无会伫尾的摇。伊写讲刺竹仔无互风吹甲伫尾摇来摇去，赶紧入来厝内关门去看，真正外口伫无的影呢，哪会遮奇怪遮神秘？天光日招囡仔伴来阮兜表演一幕电影，互因看，大家看甲真怪奇。有人发现迄竹影是颠倒柄的，颠倒柄会好奇，因带阮倒头栽看风景。白树啊，用骹交树蛙倒头栽，海铁鸡啊倒头栽，提点伊掉头倒头栽，开骹弯腰压落地看尻川外的风景，拢成阮做了搁再做，袂亚神。伫遮我看到足侪我囡仔时嘛拢会去做的代志。那日新世甲亲人这本册，头前写伊的亲人为伊的祖先纪英公写去，写伊阿嬷、阿爸、兄嫂，每一个人一人一篇，也是2篇，写因的工课、因的个性、因对那日的照顾，写因兄弟仔的感情。那日老师伊家己是1941年战争前就出世，所以伊写的顶一言是清国人。伊写小家为大清时代就来到中华田中的勘定庄，伊伫册内写足侪迄个庄头的地理甲英国的念谣历史。这本册的后半部写的是伊家己大汉的故事，为读国校写甲伊伫台中师专出业做国小教员。册内也阁有伊70岁生日的感想。萧老师是1991年参加台湾话文写作研习班，接触到台语书写系统。伊的头一篇台语文章《阿爸的六角风吹》，就是伫这个研习班写的。自迄时起，伊就拢写台语，坚持用台语记录台湾农村的变化，甲在地记忆，嘛保存足侪已经失传也是豆豆要无去的台湾话语词。这对学术研究来讲是真宝贵的资料。那日老师伊为1995年开始学电脑，用台语的输入法来写作。伊嘛用这个新的科技伫线顶写文章，复定台语。伊加入台语运动已经30多年。我即马电脑拍字是用信望爱输入法。萧秉治老师伊嘛有斗相共整理这套输入法的思维。自从伊学写台语接触到汉罗南写这个观念了，伊嘛用这个方式来创作。
伊认为传统汉字要写台文的时，无论是少字也是少音，拢会走进去。若是为着台语写平常汉得快的汉字，这样呢嘛无路用，因为读者嘛袂认得迄个字。小工若为着写台语去创造新的汉字，这就真正变做假假啊。另外就是台语的词类，伊的意象有足侪声音，若用罗马字写出来，就会当较完整来表达遐个声甲动作，互读者家己读的时阵才袂读毋着。萧老师旧年有出版拉日台语语言绘本，伊是特别用白话字写，这套有4册，这是一套用台语写台湾的语言故事。咱差不多大家人拢捌读过语言，毋过大多数是迄几个为外国传来的故事。这套台语语言故事的主角拢是台湾的动物食物，像苦龟、浮啊、乌头壳啊、草尾啊、蛇、青猪啊，伊用遮的台湾就有的动物食物，写伫咱熟悉的生活环境内底发生的故事。这套册有声冇影，即阵伫册店，至少山顶册店拢买会到。拉日老师伫这30年来写足侪台语册，包括伊有家己编的台语教材，像欢欢喜喜教台语，拄则有讲过的做田人博物馆，兴我台湾叫我名，台湾俗语兼算甜，这拢是公开放伫山顶，互大家看，大家使用。萧老师所有的出版甲资料，我会详细写伫电子报内底。今日我先讲到这，若是有任何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订电子报，也是要赞助寄付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代妈妈，大家再会。